好多人都話生小朋友係人生嘅大事，其實生小朋友對女性日後嘅健康影響同樣都係大事嚟㗎。產後嘅婦女，無論係順產定係開刀，喺生 BB 嘅過程裏邊，都對身體有好大嘅損傷，會令氣血流失啦，耗傷精血。中醫經常都形容產後嘅婦女係處於一個多虛多瘀嘅狀態。如果冇好好咁坐翻月，好好去補身，去幫助身體復原嘅話，就會出現好多毛病啦。所以產婦係應該趁住產後100日嘅日子裏邊，根據身體嘅體質去調補翻身體嘅損傷。產後補身可以概括為4個步驟。首先喺產後頭1-2個星期，惡露會比較多，暫時唔適合大補，應先幫助產婦去排惡露、去淤血，同時把握生產後嘅呢個機會，幫助產婦通乳上奶。第2步就可以用中藥去幫助產婦固表去風，預防身體受風寒而出現頭痛、關節痛、周身疼痛嘅情況。第3個步驟，到血性惡露乾淨，一般2至3個星期左右就可以開始補身啦。使用健脾、補腎、補益氣血嘅中藥。到身體嘅情況都穩定，喺第4個步驟，大概1個月左右嘅時間，可以用溫補效果比較強嘅中藥，溫補元氣、補益精血，例如使用人參、鹿茸等等。產婦喺坐月嘅期間，可以飲用炒米茶去代替白開水，能夠加強健脾補氣嘅效果，去避免出現口淡、反胃等等嘅腸胃症狀。以下我哋會教下大家點樣去製作炒米茶。將白米洗乾淨，然後鋪平涼乾，加入白鑊裏邊炒製，細火慢炒至金黃色及帶有香味，然後就可以潷起嚟放涼啦。將2湯匙嘅炒米、半角陳皮、1粒剪碎咗嘅南棗加入茶包袋裏邊，製成茶包備用。產後飲用嘅時候，就可以將茶包放喺水裏邊煲滾，或者用熱水焗15分鐘就可以飲得㗎喇。坐月嘅時候，產婦需要注意6大嘅事項。首先，適寒溫，出入嘅時候需要穿着長袖嘅衣物同埋戴帽。第2就係避風寒，減少出外及戶外嘅活動。洗頭同埋沖涼最好能夠用桂枝、艾葉、生薑煲過嘅水。洗頭同埋沖涼之後，記得抹乾身同埋吹乾頭髮。第3就係節飲食，唔可以食生冷嘅食物、寒性嘅食物，以免損傷身體嘅陽氣。第4，和情志，情緒要放鬆，照顧初生嬰兒嘅時候唔好過於焦慮同操勞。第5，多休息，產婦需要足夠嘅休息同埋睡眠，避免搬動重物同埋做體力嘅勞動。第6就係禁房時，產後6週之後，子宮先能夠復原，所以6週之內唔能夠行房㗎。